个本土疫情爆发，台中市长卢秀燕来宣布，到4月30日进前，这个台中市高中职以下学校暂停看管市的毕业旅行甲校外教学活动，有50间的学校受到影响。 全台疫情愈来愈紧张，台中校方的警戒嘛提悬，中央也未严格限制高中职以下学校暂停跨县市毕业旅行、校外教学活动。不过，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讲，4月底进前拢总停办。台中市目前有1间国小师生伫高雄、台南进行校外教学，另外1间国立的高职师生嘛伫南投。活动结束了后，袂使随回去学校上课。 参加的学生以及教职员工必须做筛检，做快筛，那确定阴性以后才能返回校园。台中市目前依然是禁止高中职以下学校对外开放，就是要保护师生的安全，避免去挖到病洞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